天气，因为锋面的影响，全台湾拢有雨。讲这波的锋面才拄啊刷到巴士海峡，就阁需要一波的水汽到位，所以气象局是针对着11个县区来发布着大雨特报。加上东北季风，这个透早的上低温，伫个新北市甲苗栗14度7，讲阴暗的低温嘛才16度。明仔载拜二开始到拜四，温度会小可回转来，但是到拜五，阁有一波的锋面会来挖近，到时阵天气会阁有变化。普热天气开始一礼拜的上班日，专门做工课的人拢会记伫早雨伞。毕竟受到锋面影响，全台湾拢会落雨。不过锋面才拄刷起巴士海峡，阁有一波水汽来到台湾。那最低温的话是出现在新北的石门，只有14.7度。然后苗栗的西湖也是一样，14.7度。那至于在桃园的话，大概是15度左右。对流云系消消涨涨，一整天都有下雨的情况。粉尘一直伫台湾无刷叮当，加上东北季风影响，拜一变甲真湿凉。北部和中部地区伫20度以下，南部和东部干那18到20度左右。规港西半部和宜兰地区有局部阵雨，不过到拜二东北季风减弱，气温较回变较温暖。不过拜五阁有一波锋面接近，各地有机会出现雷阵雨。而周五开始的话，受到锋面的影响，台湾地区的水汽又增多了，各地又有下雨的机会，也有些强阵风，风浪会比较大，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。这礼拜天气变化真大，阁有几啊波水汽报道。气象局提醒爱注意强阵风和瞬间大雨，出门嘛会记得早雨伞、外套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